开始。哎，来吧，晴晴。来哈。很开心，今天又要来请教你有关情人带。係。啊，情人帶乜含阿 miss？阿魯夫。阿魯夫安人。係阿魯夫啊，很多白字扮也是阿魯夫。阿魯夫。阿魯夫，打葫那芦的。个就是带嘛。带子啊。打葫芦，打葫芦。打葫芦那个是台东花莲的一个分。方言对。阿魯夫啊，阿魯夫。花莲也是阿魯夫。对。阿魯夫就包含口袋嘛。他也不会讲说白字班。不会讲白字班。他只是讲说阿魯夫。对。哦。放东西的。那阿魯夫的由来，哪座来？这个由来都是诺阿米塞。阿米塞。诺阿米塞，它的由来没有在泰雅族那里。你看有没有看过泰雅族会带？没有啊。都没有，是这个都是阿米斯的。阿米斯，一定要我们大赛自己。以前的老人，他们因为很会抽烟嘛，他又会用槟榔，所以他会做很简单的一个阿鲁夫。把那个布呢缝成4角，然后这里开，只有一个这个，在现在的有弄2袋那样。对。只有一个口袋。对，他现在的都用2个口袋。为什么要分成2个口袋？一个是A字，一个是烟。因为烟跟 A字不能放在一起，会有它的味道。这样子，所以它一定要有2个口袋。对。那它的款式可以随意做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只要有。随你爱做多少宽。它没有限制说一定要这样的规格。我现在这2款，这个我们放的是四方方的比较多。你那里是3角的。3角，这个是台东的做法。它只有跳舞的时候会在用。对。只有跳舞所佩戴这个。以它一般的时间它不会装东西。对。它只有跳舞佩戴。它要。明星的时候一定要配这个。一定要披这个。他要配合衣服，对，台东的人跳舞的时候他没有戴这个。你看他平常的时间，老人家也不会一直这样戴，每天不会。不会哈。只有跳舞的时候他要佩戴。这个有分。对。就是传统舞仪性的时候。对，才会戴。就是配合我们的那个传统服饰。这是，而且呢，这个是台东一带的。台东一带，花莲没有。对，花莲没有。花莲大概都是这样四方的。有分。有分。对，分花东有花东，所以衣服也是分花东。对。对，所以他要配合这样做。配合这样。这是传统舞，因为我看过台东没有人佩戴这种款。对，他都是这个。比例都是这种。是。所以他们从。而且他们都是用刺绣哦。还。手工刺绣。对，他们的老人很勤劳，你看，我们阿米姐会刺绣吗？会呀。是哦。我看以前的阿米都这样刺绣啊。是阿密斯吗？你刺绣自己，我记得好像台湾族都是什么十字绣。不晓得呢，他可能也是阿拉爱都岛南还是什么啦。可是我一看哦，这个我们花莲没有，只有台东。对。所以只有跳舞的时候。是不是他们靠近那个台湾族？可能是。只是我们的主色是红。可是我没有看过台湾族这样戴呀。只有刺绣还能够。那个刺绣有，对。可能还是他们学我们。我不晓得呢，这个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。好。这个是花莲的。对，这个是花莲，然后我给它区分是男生女生。还有分男生女生。其实没有分。没有分。那我们给他弄男生的会比较大一点。女生的会比较小一点，比较可爱。男生比较魁梧。对。戴小小的很奇怪。为什么男生女生都一样会戴？会戴情人带。那主要的是说，男生他脱衣服只有是情人带嘛。然后对，而且他们的戴法都是从右到左。这个戴法从这样子，就像你这样。就这样子戴，对，这样也是，你看。对，都是这里的。对，都是左边。右上。对。右肩。左下。它有一个规定是什么？男生他里面不知道要装的是给女朋友什么东西，
所以他会带。那女生会带槟榔送给她爱的人。是女生主动。对对对。因为母系社会吗？因为米呀，不晓得呢，我以前那个男生哈，所谓的情人带，哈，以前老人家是。还有故事吗？这个是故事呢，很美的故事呢。可能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很自然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啦。那男生带，女生也带，可是女生里面放的东西，对对，装槟榔，因为槟榔是交际用的。交际用的。对对。这是定情吗？对，也可以这样说。开口不了喜欢。爱人的话，他也许会拿槟榔暗示给他。表示说他是我爱的，要给人家看，他是对，就是还嗨的时候有没有？把男生女生给他牵手的时候，就大家都会知道说他的女朋友是谁，他的男朋友是谁，所以很多的妈妈那个爸，他们会去拉那个小姐，配上水。他们都知道那是他女朋友。对对对，还有给槟榔啊。对呀，他会带给槟榔，他就喜欢他。他一来一去那边配，他就给他吃啊。那个男的，如果说怎么办？可以丢吗？男生也没有呢。没有，还要吃哦。他还是放着呢。等嘞，他也要面子嘛，不会说哦不喜欢你就丢掉，不会呀。就是放着。就放着，对。也许他自己有女朋友了，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要给女朋友什么东西，他放在他的情人袋。那通常是什么？男生的？很多种啦，你要送什么送什么，那些你自己做的东西啦，或是什么，你一定要给你的爱人带，对。那你孩子知道说哇，这个男朋友他很喜欢我，就拿槟榔给他，所以他的情人带的意义是这样，对。那一方面呢，这个情人袋里面，你看我们装的很多这种亮片，这个镜子代表祖灵。这个亮的是祖灵。亮祖灵。好，就是我们原住民的祖灵，都有这个亮，对对，有时候它会放在这样的地方，对，你看像这样，这个也可以放这个，所以很多的那个达夫它都有放。以前的阿鲁夫，很早以前的马奈还没有亮片呢，以前还没有亮片，可是有这个呢。有哦。很早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亮片。那个是。这个不是亮片，芒果呢？那个很像镜子的。很早就有了。很早就有了。所以以前的老人也没有，他这个没有的时候，他就放这个，一节一节他就放那个祖灵。都这样。代表就是圆的，就是祖灵的马达。而且是，可以照你的那种东西。就是照邪恶的。对。闪奈不能代表你的，对。所以如果说倒反了。倒反。有这样带反有没有？有这样子，原来是左边嘛，那倒反的时候，代表我已经有了。你已经有什么？有男朋友？朋友了，有对象了。你不要再去爱我。他会这样带，所以很多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。为什么会带？是按照他的喜欢呢？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对对，嘛不然对艺术嘛喊你来多，所以，如果这个女生都知道，这个男生已经有朋友了，他已经知道他的方向是这样了，就不会去追。那很明显哈。他的，你的那个问法里面都有啊。有啊。在这个他叫给他多的。情人带也分男女了哈，女生比较小，男生是比较大。其实男生我们没有分得很清楚，说有男生有女生。像我的话，我就做比较宽一点，就是男生。因为男生比较大方嘛，男孩子带东西放东西会比较多。女生也不能太大啊。对，我们女生就弄可爱一点。像我这个小有没有？小姐在用。很小很可爱。有没有分年龄？没有，反正小姐太太了，那个男生，对，
那个是台东。啊，那个耆老也可以戴吗？那么跳舞的时候。都有在戴啊。在戴。都有在戴，是就变成这样了。那个法院滚给他，小姐以上。小姐以上。这个是有娃娃青少年可以用，还有对这么小的，对。对，小一点。还在练习爱人的时候。就可以放。对，让他们知道里面要放槟榔。对。他要放什么，按照他嘛。OK。是这样。左右你一定都有讲。都有讲了，变成马包了。他那个情人带除了有分吗？放槟榔的，我们不可能槟榔一点点，因为很多槟榔呢，也是要专门做一个白子班。没有。白子班的有没有一样？槟榔的。你说要这样戴的吗？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跳舞用的。可是我们装这的呢？装在这边就是这另外一个袋子啊。这样哦。下面这个是放其他的啊，其他东西。如果会抽烟。平常。你是说没有跳舞的时候吗？对。就像我现在这样。就是这种款哦。你这个也可以放，不是说这种款，一样。一样。你要带这个一样，你要放手机，现在比较现代化了。对。好，都有这些了。那你想要天天这样子当着你的袋子，你里面也可以装，电话簿啦，这槟榔，都是有可以放，然后你的钱包啦，这些，你天天可以这样子带，的话，随身携带的东西，要用的东西，都可以这样带。像这个我没有跳舞用，我都是整天都在带，我不管去哪里我都这样带，然后，因为我这样子带的时候。只有阿美族会有这样的人形，只有这样的制作，所以很多的人，不管是台湾也好，是谁也好，他只要看我这样戴，你是原住民哦，是啊，哪一族？他就会问哪一族，我说我是阿美族，只有阿美族会戴情人带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跳舞的时候用的啦，一般带。一般带也可以这样，跳舞也可以这样戴，因为比较现代化了。我们就没有用那个布来制作了，我们就用珠珠，用珠珠来，对，这个可以，它也不怕下雨，对不对？我们下雨的时候，只有里面的布会湿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冲一冲，洗一洗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可以多常用，常戴，对，而且人家一看，你是原住民，身份就是阿美族，对他马上可以知道说我们是阿美族。在部落的话，谁做都是妇女嘛，都是自己妈妈啦。爸爸妈妈。喜欢给孩子漂亮一点，他就会研究漂亮一点嘛。有没有男生会做这种？大概有兴趣的也会有。也是会做像那个黄秀慧的老公。他也会做缝衣服做什么都是她的老公，不是吗？很奇妙。很奇妙，你看，一个男人也是去做这个呢。男生要做打福棍啦，打球外的女生就比较。他也会做那个啊。不过他女生做的是老公做呢。你看那个上次我们还在做那个我们阿美族的全套的，连衣服到那个尾兜到。真的有会车啦。都是他在车。所以我很稀奇这种男生啊。 10个男生就他一个啦。对啦。大部分的男生。所以我常常跟那个秀慧讲，你做女生为什么要叫老公？就这样子。都是以前一路慢慢上啊。一路慢慢，慢慢。差不多了。都是在家里还要提那个米线也很麻烦对呀。这个不要米线可以吗？用手缝。用手缝。以前我们老一辈的，他外学过米线，对，他也是，上帝也给他那个脑子了，头脑，然后米上那啥的tapi karena hani tapi hani rami hani sana，可是没有这个，没有花纹什么的都没有，类似什么也都没有，因为他们常常去哈嗨的时候，他只要带一个黑黑的包包。Sanga ani ramihan tai sana ramihan pakau sara。对，它的狗可以是用毛线，独立卡ramihan哈。一般的有。对，一般那个他就这样子戴，
也把它按你了，对。用那个锤的布。对对，就这样。可是他没有这样用。没有很整齐。因为他以前都没有这种东西。现代才有啊。现代的话什么都有，所以你爱怎样都怎样做了啦。可是看你自己搭配。对对。反正都是款式都差不多，也都不会差到哪里，然后。你看每一个人都花花绿绿都不同啊，那就是你自己爱做。可是眼看就是情人戴，就是一定要戴了，就是这样用。就是每一个压力挂、还头饰，对，包含那个脚套，是，都是一组的。然后我们这样戴的时候，可以当做佩戴的。一系列佩戴，对，一系列总。而且阿妹族。穿衣服、传统服，只要跳舞、搞风，也长袄裤，阿鲁夫都会有的。打理裤，台东的是黑的嘛，花莲是不一样啊，可是共同的就是一定要戴阿鲁夫。对对对。虽然它的阿鲁夫会不一样，但是可以写明的说，可以写明说啊，这是台东的。我们阿美族就是一定要，要佩戴这个。是。你看闪能生如果没有戴阿鲁夫，好像少了一样嘛。对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。它的工具呢？工具通常以前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，都是用针线而已啦，手工去做。对。如果有伊那个米杜里干伊那点一般的线有没有？它也是会米整个的。整个人头。它要用那个。以前的颜料叫问韩国人，也是麻绳对。也要等位。也要等位，然后它以前的线叫做格溜，还有它会放那个加颜色叫咕噜嘟。咕噜嘟。它像这个白白嘛，给米安尼啦哈，像他们背带的，我们本来也是勾的去做的，它就放颜色。它用山上的一种什么植物，对，蓝色的，很像山药还是什么，对，对，阿拉米当因他把它裹好的，当啊，你看就很像蓝布啦，蓝什么，他就拿起来的时候就是咖啡色，有些时候他要做那个要勾西啦，独立卡拉尼哈，对，三角，对。就是绑绳当绳子。把哈拉尼哈，就简单的一个布。后来的时候就研发。对，因为现在东西太多，那我们的眼睛也会花花绿绿，喜欢漂亮的东西来去制作。对，是这样。然后它那个有禁忌吗？没有。阿鲁夫都没有禁忌。没有，都没有。几条塞嘛，那它没有分。没有分。只要说对。大部分都是妇女。都是妇女孩。从妈妈那边传承。对。如果他的孩子就我爱都嘛，今后还是向马木那边写，或是向隔壁写，所以比较通常为明星嘛以前，都用手工，对，都用手工用针线，用手工。很多人买吗？以前在巴扎街呢，都是自己做自己，对，自己用。做几条。以前还没有出生，几个他不少有媳妇就赶快。就做。阿嬷就开始做，对，我的赶夫都没有。赶快生哦，这个就准备。对，是这样分的。对呀，嘛那么阿塞啊，生12个小孩哇。他都要做给他，对。我记得都是这样，胆数都是。像我现在，你看我这个以前都这样做嘛。那好高级一点，我们就喜欢高级一点，分给孩子做纪念。像我们老了，小孩子都有可以背带。我就这样子做3个给孩子。准备了啊。准备了，就这样发给他们。还有人会买吗？也是会买啦。会做的还是会买。还是会买。它一条多少钱？通常都是1200、1500左右。看它的花色。是。那它的那个手工吗？对。如果现在这个用缝的很快啊。很快。价钱就是在1200。所以就按照它的那个图腾。图腾哦。它照它的图腾，如果这个图腾是贵的，它会算。像这种手工的还要勾的。那个刺绣的那个更贵呢。更贵了。那个要时间。要时间。对。
像这个早该还都给了，去佩戴，配它哈。对。很奇怪呢，这个还会为阿美族制作呢。像这个的话，我们自己都会做的嘛，给人家。如果这一条要多久时间？1个月还是1个礼拜？每天的话，1天来。这样说起来，他先做这个嘛，他先先刺绣，全部弄好了以后，他的时间在哪多少，然后他再做这个整个去组合，对对，很难。如果他下个月就要丰年祭了，他就要赶啦。通常都是在7、8月的时间，很多人买嘛哈。7、8月的话已经是还嗨的时间了，大概5、6月就开始做了。在跳的时候很多人卖哈，现场买的也有哈。对了。所以我通常知道在外面卖的这种都是1500到1200左右。那我们制作的时间也是在家里滴点，底拉路曼都在家。以前的时代都也是都在sphere。对。很多人。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哈，马吉来个挂赛，大家都一起就会在那个聚会所，好了，按古明星或是什么在那边一起做。一方面可以看别人的，一方面自己聊天。对，你不会的都可以请教。一面做还一面聊，很开心的。对呀对呀。有没有说一面做一面唱歌？那当然有，有的人无聊也在那边嗨。那天啥打嘟噜嘟隆，啥都没变啊。会不会唱到最后有一首歌了？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个现代的材料跟以前的有没有差别？差很多。差很多。因为现在的东西多嘛。哦。你的眼睛的选择又更多，然后你眼睛的花样，想要制作比较漂亮一点。你也有选择，对对对，所以现在东西都图腾有的比较贵，然后对对，就看图腾，所以现在比较轻便又方便，你要按照什么图腾喜欢，还很多选择100多种都有。对，那以前的是质感比较差了，因为是以前没有什么礼物嘛，只要一个阿鲁布就好了，对，只要一个象征性的。我看以前的老人还只要一个阿鲁布，然后上啊黑黑的布。把高屋产你那叫麻绳啊，对，然后他不是带的东西，就是嘿那一天我带的那个有没有？它里面的大麻菇温度都是这样子擦，或是他要干什么用的都是这样子擦，这样子很古老，看起来也是很有意义。就是以前我们时代那个年代，对对对，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。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花花绿绿太多了啦，很多东西了，我们当然会跟着时代去选择，喜欢去加什么。那以前的可能没有人要戴了，只有黑白。我要嘛大晒，以前的小姐哪里有戴没有？还伞对，所以我就跟你讲嘛，制作那个阿米斯的红衣以后。才有这个情人带哦，以前没有哦。以前没有。完全没有哦。哈嗨衫就穿他们的哈嗨的衣服。有阿鲁布只是放槟榔跟香烟。对，以前只有这样，没有那么。跳整天，所以随时可以拿槟榔，随时抽烟。自从那个张美惠还是张惠美，张美惠阿美公主，才有佩戴。她开始做那个红红的衣服以后，因为她是公主嘛，她要穿比较漂亮一点，所以她不用黑黑的，她就用红色来去研究这个衣服，穿起来她说她是阿美公主，她是竞选那个谢议员，紧呢，对，她就佩戴这样的东西了，阿鲁布。把罗佛阿来，把它拿掉了，刚刚那个皇冠，那个花冠，对，就变整套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才有这个东西，不是古老的时候。台东的时候有吗？以前台东也有。我不晓得呢。那就要问台东。因为我是花莲，所以，嘿，所以有了哈，很早就有了，可能台东的人比较聪明了，会去做。后来花莲的人，他那边有。对呀，有这样的东西，反正不管穿台东阿鲁布穿上去也是没有冲突呢，很很配搭，也是很配搭没有带情人带就不是就。会看的人哈，带上都连安那哈哈有台东的啦，很像很可以分别。我的胆数里面都是三角的这个，好像打米娜的
形状。对。哦，就是靠海边。海边的钓给了海。海边的这个也不能装那个大，如果很大的话，这个只是散能绳啊，这配件。对。这个啊什么。像这个什么都可以带。就像我刚才放槟榔、放电话。这些都很好。真的，很谢谢你老师今天的讲解。阿迪拉扎。迪拉扎，阿赖。阿赖老师也阿赖。